上床啦，仲驚。歡迎大家嚟到李老師中文課。今集我哋嚟學習下寫出簡單又清楚嘅句子，四數句。首先，乜嘢係四數句呢？簡單嚟講，即係一個句子裏邊包含咗時間、人物、地點、事情四個要素。例如，今天小明在公園玩耍。今天係時間，小明係人物，在公園或者公園係地點，玩耍係事情。我哋懂得寫四數句唔夠㗎，我哋要求好嘅四數句。四個要素之間有着自然嘅關係，讀起嚟嘅時候先至會更加順暢，更容易理解。就好似呢個句子，下課後同學們在操場上一起踢足球。時間、人物、地點、事件是否合理呢？如果我哋只係將唔同嘅時間、人物、地點、事情放喺一齊，好似呢個句子，下星期天我們到圖書館看書，雖然都係四數句，但係四個要素之間嘅關聯性好似比較弱。而家輪到你哋試下啦，呢度有啲時間、人物、地點、事情，你可以自由組合創造出你嘅四數句。喺創作之前，咁我哋要先睇下有咩搭配係會覺得怪怪地，唔係好啱嘅。我哋先睇下時間同埋事情嘅關係，冇邊個係唔可以搭埋一齊嘅先。你會發現早上冇理由會看星星嘅，唔係唔得，咁你就要講到明係太空館睇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呢，其實都好怪嘅。咁跟住我哋再睇下地點同事情，仲有冇啲唔合理嘅地方？譬如沙灘參觀會唔會怪呢？沙灘做體操，我就唔會啦。博物館做體操，我都唔會咯。咁可能你會，但係我覺得個句子就唔合理啦。咁呢個表呢，你可以自由組合，咁記得要合理嘅四數句。你哋可以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咁我哋而家去睇下呢一幅圖畫，你可以創作到幾多個句子呢？剛才我哋講過四個要素都係分開咁樣講。咁所以喺看圖寫作或者係進行說話練習之前，你都可以分開去諗下呢四個要素。咁你哋一出嚟呢，就可能出現咗好多嘅詞語，不過我哋都要整合一下，將佢哋歸翻類人物、地點、事情，然後先開始進行創作。諗好先寫，好過你寫咗再擦。去到一幅圖畫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從左邊嘅人物去到右邊嘅人物，去到寫，而唔係中間中意點樣兜個圈都得。好，今日呢，我哋就講到呢一度啦，希望同學都掌握到四數句。再見。